最強左頭5名仲係第5名就係我哋嘅銀狼，我配嘅配置係760H 血族。其實而家 H 族其實都可以 F 和 B 族或者 O 族都得，兩個都可以。770重裝坦克型嘅。點解第5？因為佢都可以抵抗咗好多攻擊型嘅圖畫，不過都會俾敵軍龍騎士嚇。第4名，我哋嘅鳳凰飛翼，我配嘅配置係360L 族，360增加3米高嘅攻擊力，L 族有持久又有攻擊，簡直係萬能嘅組心。配起鳳凰飛翼身上會有一個有攻擊又持久嘅好點。第3名就係我哋嘅呢個蒼龍容器 B160T9。蒼龍容器佢有3米大都好好嘅。B 有3個好突出嘅點，包起晒蒼龍嗰個位嘅空洞，打出強力嘅一擊。160降低佢個高度，160可以起出界好跳翻入嚟。60嘅高度，因為佢可以用呢把刀刮人哋嘅對手，咁樣低啲，令佢低啲，咁樣先可以刮人哋嘅對手。第2名，魔導神像160B， 佢嘅配置會變，不過佢嘅排名都唔會變到2號，因為佢太勁啦，因為又圓又大，個盤面加大，令佢嘅防禦力更上一層樓。160都係一個復活甲，俾人打到去擊飛嗰度區爬翻出嚟。B FB 好容易俾龍騎士克制， B 可以克制龍騎士多啲。第1名我嘅龍騎士970E， 點解970？因為如果960嘅話太低嘅啦，會 E 組有好強大嘅美術，令龍騎士更容易吸收人哋。不過都可以用 L 組，不過 L 組會比較難打神像嗰類陀螺。第0名我哋嘅學子簡稱770TP， 770打出強烈嘅好似坦克型咁樣嘣嘣咁樣打人，即係咁嘣嘣。TP 調校高模式低模式，令學子有更多嗰啲變化出現。而家嚟到實戰，睇下個排名係咪真係嘅。Go！ 實戰環節開始。第1回合我哋兩個陀螺對戰。有我哋嘅銀狼同埋我哋嘅蒼龍容器要進行一個出戰啦。Go！ 3、2、1 Go shoot！ 哇！銀狼抵擋晒蒼龍容器嘅攻擊。恭喜銀狼獲得1分。
1分，總共2-0。到入尾聲嘅戰啦，銀狼毫無疑問地抵擋攻擊，銀狼獲得3分。睇嚟銀狼會贏喎呢鋪。恭喜銀狼獲得4分，同時恭喜獲得這一輪勝利。